向前好，分享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 K。你拍地风菜过去改两日嘞，全台湾改农业损失总共12亿元，推动人就徛体的100二人，系全国受伤体参改人士哦。出面台会关心了解议题，会用2个礼拜嘅时间，请伊动体来探讨农业损毁嘅部署，还有动体客家文化染色5个首长嘅相关议题。2礼拜呢，出面台会现为起较关心嘅，就系动体最主要嘅经济农作物，包含像系副果、落叶、风凉果掠到，嘅再回损失。到台马里乡又总动到嘅副果，还有乡亲朋友看到了贵台片，本台风吹网踢弄散嘅，就系落叶，也就变农业。你下动体农民实际出现嘅问题系，为建立2片嘅土地为2笔钱，为卖用嘅累种为填2笔钱，还看呢种下伊定年为寿心，又为3、5年嘅时间。动体农民为进前嘅退款已经把到压力动态咧，南白记到有用嘅为硬果2段时间来降重落实咯。出面台会今日要强调总体嘅村民、农民还有相关部会向下探讨关心嘅议题，两两批都去到开会嘅现场。开会了！欢迎大家来下来到2个讨论嘅现场哦，一场人都站不稳的。然后连树都连根拔起，无数的铁皮屋、铁皮都掀掉的这样的狂风暴雨，让台东呢一夜都不宁静。风灾过后已经1个多月了哈，现在呢可能就是要平静下来，那种恐慌还有急难已经暂时过去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面对接下来的重建的过程，然后还有没有可能在这次风灾当中可以汲取下一次如何整体做防灾的可能性呢？杨批为大家少个来宾，第一位来宾我们要介绍是台东县的副县长陈清虎，陈副县长好。大家好，欢迎。第二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农粮署东区分署长陈其荣，大家好，欢迎。第3位来宾介绍是立法委员高路宜用，全国的乡亲以及现场的来宾，大家好，欢迎你。第4位来宾我们介绍的是水保局台东分局长王志辉，大家好。欢迎4位来宾到你共下来谈讨论哦。其实呢，大家讲到这个太麻里，讲到这个香兰村哦，可能在过去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因为一场尼伯特风灾，反而吹出了它的能见度。我们看到的台东的太麻里乡，其实大家应该不会陌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每年跨年要过元旦的时候，都会来到太麻里这个旭日之乡来迎日出哦。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有排湾、有阿美、有客家、河洛外省人都共同居住在这个台东县的中南段太麻里乡。它的人口大概是有1万多人。清代文献上，他们叫做大猫里，在排湾族的语言的意思代表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所以元旦的时候大家都会过来迎曙光。那它同时也是全台湾最大的释迦产地，特产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农业乡镇，有释迦，有金针，有风凉果，有落叶。但是7月8号，今年的一场尼伯特台风这样的狂风暴雨，在7月8号的早上5点50分从太麻里登陆，而这样子超过过去的这样子平均值，甚至是没有测到过的极大风速，17级的强阵风，打破了100多年来的最大纪录。其实一般来讲，8级风人就站不稳，大概就被吹走了哈。10级风树可以连根拔起，请问那17级风是多大？今天在场的很多乡亲都经历过那样恐怖的一晚哈。所以全台湾的农损当中，台东就占了将近80%。所以台东县、太麻里、香兰村这等等几个地方，在这次尼伯特风灾当中是受损全台湾最重的。热天本来应该是复工太出的时节，不过经过200起风灾过后，推动的复工业做得讲都吹到快呛呛的。去年这家就太出了，那家冇办了好事啊。咁到咗各種原因嚟到啊，一日講冇效嘅。本但應該有好雜嘅復工，也係跌到幾天那嘢，要硬要苦，根本是唔得，農民損失動態。將係我要嘛，就攏尿到嘅啊。要到就攏補償，一幾條都冇乜好嘅啦。如果講佢團體咧，就話，我整體啦，啊本佢個產順。
面对10世纪的强阵风，就算政府各位状态高，基金同业都将有好杂嘅副歌做好为防台准备，行嘅都唔系台风太热，也有的副歌就像垃圾用嘅，对做一撮死散嘅。哪位都规天来都黑啊！你看公交堵啦、盐堵啦、偏的盐通往黑啊，通往就心唔得咧。啊个垃圾的又爆的又会扬起来。就統計，128起風災造成嘅農業損害、副歌清理害超過4200公頃受到損害，損失金額超過10億8千萬元。同樣未係台東，從因為其中一類作物變農業，同樣損失動態。也總係10公年嘅台風年嘛吼，忙是講看到安樣，也講屬於他們人嘅嚟團體咧，幾排同到團體咧啊！很厲害，望看台風去睇，所以講鴉片的鴉片鹽吼，可見講100%幫搶。可那過去本風吹到送平嘅變農業田，當地人講，農民看到心肝動痛。現在目前嘅地方全冇一批好嘅啦，冇一批好嘅啦，全部就這樣，它台風來會受傷。100分地嘅變農業田係總先生同葉寶娘啲嘅治理嘅。第28嘅200起風災過後，家頭所有嘅付出做起無搶搶嘅。現在鄉南村嘅村民都同家頭共用，單單都係耕種嚟落實。故作28嘅風災過後，唔但將家園受到損害，還要面對東南以前嘅天橋，好在有一群搶嘅農民嚟同家頭聽真理。我哋有土人嘅搶農啊，吼，就若講台東那邊個風災也擺清嚴重啊，大家有時間冇來聽下老佢哋就吼，聽書來復人來。就是幫他修一些大的樹枝啊，有當初要過來的時候，有特地說要準備一些小型的機具過來啊。啲風災過後，當按現呢啲時節，好在有一條職工來聽書，叫為到幾多算幾多。只不過我記叫為鄉南村嘅天橋正可呢度生命力，乜人都唔知。眼白風菜類哦，到東台灣受傷體嚴重嘅，就了台面積農村文嘅損傷哦。其實呢，在東台灣，像台東花蓮，高度的居民都是依賴以農業作為主要經濟生活來源的時候，所以颱風一來，它的重創其實都是連根拔起，都很傷的哈。我們看到從台東縣來講，它的4大的經濟重點作物，釋迦、香蕉、老葉跟火龍果，光是釋迦這次損壞的面積就有4258公頃。金額呢超過了3.8億，將近來到4億哦。你看到香蕉也是有500多公頃損傷，然後4000多萬的這樣農損。光是這4項大概就已經是4億元這麼高的農損，那全台灣估算下來，其他的作物包括進來，也將近10億哦。這是這一次尼伯特在全台灣造成的風災災情當中，台東是首當其衝最嚴重的。那我們知道台東縣是全國當中農損最嚴重，那在全台東縣農損最嚴重的在哪裡呢？我們今天錄影的場地太麻里鄉。我們看到太麻里一樣，它的主要作物釋迦，這次損壞了就有665公頃，5900多萬。老葉、荔枝還有火龍果，加起來有1000多公頃面積之譜的這個農田果園都受到損傷，幾乎可以說是打趴。本來釋迦我想拿到現場來做展示，但是現在一顆都沒有得收成，所以我沒辦法拿過來哦。看到這次農損的損害這麼嚴重，我先請教一下台東縣的副縣長陳金虎哦，在這一次農損的這一次算是颱風的最重點的災害，不曉得我們現在在縣政府它的一些發放作業或者是在補償跟保障方面是怎麼樣來協助農民？基本上，像是以釋迦為例的話，1公頃補助9萬，然後後面3年每一年9000塊的這一些有機的這一些協助哈。那除了這個以外，我們還應用了一些善款，來希望協助我們這一些釋迦各項農業能夠盡速恢復耕作。尤其都已經開始發放了嗎？已經發放了，現在還只剩下一部分還在審查當中。
其他我们都是尽数拨到乡公所，由乡公所直接拨到我们农民的账户里面。是，好，谢谢你。那我请教一下农粮署的分署长哈，这次台风其实说无预警也真的是无预警，没有人想到会这么严重哦。那这次农损一发生出来，过去的勘灾常常有被人家说是效率太慢的问题，像这一次农粮署有观察到什么吗？在台风发生过后，7月8号这个台风登陆，在7月9号，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就立即宣布台东县为县军救助的这个地区，然后在隔天7月10号，包括我们台东县的各个公所以及县政府就立即动员展开受理这个现金救助的这个申报工作。那在灾后的这个第一时间，我们也实际到我们台东几个受灾很重的乡镇，包括太麻里台东卑南、东河等等这几个乡镇，很多乡镇公所都是同时动员好几组的人力在受理这个农民的申报，另外有几组的人马就立即启动现场的这个勘查工作。所以在我们农委会以及县政府跟各公所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已经尽力把这个希望把现金这个救助的工作能够尽速把它办理完成。谢谢。公部门的反应要很快在这样的一个及时现象当中，不过村总爱先会抢门，其实你个乡咱村。动都会讲总因啊，总副国、总了个风凉国，等于就现从大家个农作物几乎全面打趴。农民是信强了个勘灾作业，或者是信强了农损方面，因观察到有哪个问题就得提出来耶。这次的风灾，因为我们的公所的人力不足，希望可以以社界到像退休的公务人员，还是一些志工来帮忙协助。所以你说，其实这次农损这么惨，申请的案件那是爆量，远远超过过去。对，那请问农民在等待这个来勘灾的过程是等很久吗？还是说其实效率上你观察到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农民有的知识不足，所以没有办法拍相片或是怎么样的，就协助上就会有作业程序的话就会延宕。而且很多农民要是年纪大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举证，也不能自己举证，要等公所主动来。可是公所人太少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做到。好，还有应该有抢问那个农民信上礼拜因为农损冻严重所以大家都看到冻惯性夯进然总也下落咧。讲了片滚落恢复，请问你恢复台提情况会用办心咯？到以后该工业咧风太过体咧因为冬天还忙落冬天忙落，伊时间又提大条，爱唔滴啦。你说农业的副电都还没有，电还没来，还有天线，还对天红图啦。提一点啦提一点，就是那个农地重整我希望有依据过去尼泊特的那个8八风灾3年的补助啦。永远了，伊开始买的时间因为整体要有群好的专业的怪术也变得好伊变好了，因为终于冇苗用嘛个，总了叫3年。副县长讲伊讲提年要9万，一公顷，提年要9000是肥料补助金9000用的时间，伊批了900用1分钱，你要卖嘛个？台农43一包就500个呀，所以其实了补助根本冇啦，冇让它重整啦。是，谢谢，请坐。当时行政院长来勘灾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受损严重，所以当时是承诺希望赶快，除了民生用电能够复电恢复供给之外呢，这个农业也要用电要整地，要很多的喷灌设施，就到现在电都还没有来，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还有这相关的补助是不是能够针对这样的市地性来做更多那我也请教一下我们台东县的县议长县议会的议长。请教，其实在这次农民受损面积多，受灾的农民人数就多，所以等待政府在相关的这个保障跟补贴上，常常那是漫无止境的在等待。这个部分你是不是觉得参考几次的这样历届风灾下来，应该有一些弹性的做法或更针对性的政策？那这次的状况非常的明显，就是天然灾害补助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帮助这一次的农民在贯彻中央从速、从简、从宽的这个部分，其实这次已经说反应相对比较快了。对，但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就是在说，我们没有办法运用现代的科技来协助我们的农民能够在出勘的时候更快速一点，因为农民不能自行拍照，因为公所无法认定农民的自行拍照，所以他必须等到乡镇公所的有公权力的人来拍照。但是这次的受损面积大到乡镇公所的人力没有办法吃不消，但是灾害补助又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所以矛盾，人根本没有办法。而且这次的状况是很多地方是完全没有电。
所以它的初刊的功能是完全的，就是等于是雪上加霜。那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运用新的科技，比如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或是更多新的科技方法，其实可以取代人力来做这样子的勘摘。那你勘摘快一点的话，能够让乡镇公所把它往上报的时间更快，所以农民可以更快的得到现金的补助。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中央单位或我们的立法委员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来协助比较乡镇公所层级人力不够的地方，来协助他们勘摘的速度能更快一点。谢谢你，议长。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下，针对每一次风灾的形态、地理环境，还有农民的需求，可能都有一些特殊性哦。那你看到这次其实在勘摘的过程中，如何更有效率一点？你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今天先看我们那个世家农损是5991万哦，是，大家想想看哦，刚刚议长有提到，它是连根拔起，表示说它要从头来过，所以这样的评估数字，我们还要乘以3跟乘以4，是。因为这3年跟这4年是没有收获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天然灾害的救助的办法，它有3种，一个是现金救助，对，另外一个是补助，再来是低利贷款。那我们现在都是放眼在现金救助的部分，但是现金救助是一次发放，发放完了之后呢，一个世家它必须是1公顷，然后20%的受到灾害才可以申请。对。那这样子的话，它1公顷只有9万块，那1分地大家都是1分、1分、2分、3分。其实凤门菱角的补偿它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要再往后看。往后看的就是它的这个有关于就是它的成长也需要等待。对。好，这个成长需要等待，这个空装期要怎么补足，我们后续会谈到。我先把这些种种的问题，我们先请农粮署来回应。勘摘的程序能简化吗？能够有些特殊性吗？我们这一次的灾损呢，除了讲到对台东造成8亿多的这个农业灾损外，整个受灾的农民户数有9522户。那土地的笔数大概有将近3万笔。那这个公所的人力，他们动员去勘察受理的这个9000多户的这个之后，我跟各位报告，到8月10号为止，各个乡镇公所完成勘察的已经有9441户，99%都已经完成勘察。是。所以在这样的动员之下，其实尽量我们也都说，这一次的现金救助的这个发放，台东县可以说是已经尽全力也达到这个迅速的目标。诚如刚刚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因为在灾后的第一时间，我们农委会就预拨3亿元的这个现金救助款项到县政府。那后来大概评估整个灾损会达到6亿之后，我们再追加3亿2千元，总共预拨的6亿2千元的这个现金救助款项。那很多公所，像我知道像卑南以及其他几个公所，除了公所之外，也动员产销班的人力班长等等也来协助，那做一个认定。是。农作物受到损害，政府的这个农损补偿尽快的发放下来。可能一般乡亲朋友会觉得说，好啊，那我领到了这个补偿金额，我就再种就好了。可是很多的问题是在媒体镜头上可能没办法实现。好比说，我们台东最重要的2种作物，释迦跟老叶。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在太麻里这次受损的面积几乎是来到了8成9成之谱哦，所以以刚刚我们农粮署提到的每公顷这样子的补助经费，还有呢相关种苗、有机质的肥料这些等等的补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是说，这个释迦到底它在种植的过程中，它会凸显到的是哪一些问题？我们也请教实质在地种释迦的农民朋友到你讲一下。从88风灾到现在才7年时间啊，我们已经经历2次的台风，那每次都让我们心痛啦，尤其是刚种的时候，我们就要花成本整地，然后再来就是做那个喷灌设施，再来就是有机肥，然后还要立支柱，然后再来种苗。那第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耗费了很多成本，那1公顷至少要花50万以上，绝对跑不掉。那还有后续的第2年、第3年，因为释迦要在第3年以后才能开始生产，第4年才会大生。那这3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收入，
而且还是相对的一直支出。够台工应该抢问一下，因为东部其实真的很容易发生天灾台风哦。那你刚刚讲的说投入那么多的成本经费去做哈，每次来台风要是打趴，99年有88风灾，101年有天秤，接下来苏里还有尼伯特，每一次来就把你们之前的心血还有农业设施都打毁了，所以就只好再重建，就要花一点时间。那这个重建经费对你们讲是成本很重的，光现在1公顷9万块这样的农损补贴呢？那9万块，坦白讲是说，就我们的损失，那是当然微不足道。那我们是最重点是在后续重建这个经费真的是太庞大，而且重建的当中要3年才有收成，3年后才有收成。那这段空窗怎么办？这个就是要想请各位长官看能不能尽力协助农民。我补充这位乡亲朋友讲到的哈，原来从一棵小小的树苗种到可以栽4家的这个释迦树，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那平均呢，在地方来讲，1公顷的这个释迦果园，它的收成啊，1年的收入大概可以来到140几万。如果3年空窗，等它复健长大，那这样子将近有400多万的收入就不翼而飞了。可是每一个农户家户代表都是一个整家庭的生计，那小孩子的开学学费要怎么缴哈？所以乡亲朋友提到这个问题。那还有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发生天灾没办法，在等待的过程中，现在受损的4000多公顷的这个释迦园里面，你重种就需要超过255万株的这个释迦的苗。去哪里？要去哪里找？哈，係咪鄉親朋友也有搶苗嘅問題，做得到你分享誒？必須重種的，多數都必須重種。那這個重種，它的那個樹苗的量頗大的。是。那數量又要多，然後一起心態呢，釋迦苗就上漲了。哦，苗會很貴。炒作的行為就會上來了。是。那所以我就是要研議，可不可以請，就是說我們的上級單位，就是說在苗木的方面，就是說，是不是可以拉長期限？不要說到明年或107年的12月30號就截止，可不可以拉長到苗木的部分？苗木補助分可以拉長到3年的期限，這是第一點。是。那第二點呢？那就是說，因為我們每年都是颱風在吹，那每年這樣吹，每年這樣受創，我們農民的負擔也是很重，也是受不了啊。但是每年就是政府有一個現金救助跟低利貸款都有，都是立即性的，我們都很感謝。但是話說回來，就是說，是不是可以，就是說，在農業設施上，因為農業設施上就像棚架、固定的鐵條，或是防風網或防風林之類的東西來輔助農民，不要說每次颱風來就倒。那有這些資助的東西來等於說陪襯。是，你們會覺得要到全額補助，你們才有辦法經營下去嗎？也不需要啊。也沒有追求到全額補助，但至少對你至少給我們一些，就是說1/3或是多少的補助款，然後呢，後面有一個低利貸款也可以這樣。還有沒有其他鄉親朋友也要表達這相關的意見？在這3年的空窗期啊，其實縣府應該都知道，那個我們的苗到收成沒有那麼快。那是不是你們已經有想過說，這個時間裡面有沒有什麼配套的短作方向可以提供給農民？然後還有一些就是通路的引薦，也可以協助農民去處理這後續到收成的這個階段，然後可以讓我們這邊的災民就是不用擔心說這沒有收入的這3年，然後要怎麼去生活。應該盡力哈，農民所提出的問題哈，請教我們的來賓。我先請教我們的副縣長。剛剛鄉親朋友具體的提到一點啦，對，這次傷得很重，所以呢，政府有這個種苗費用的補助。不過那個期限，他們光是現在的負債就花一點時間了。那這個期限是可以延長的嗎？期限本來就可以去考慮。那現在我們的這一些貸款。農作的這些貸款，只要向農會申請，原則上農委會補助1年的利息，縣政府利用善款補助第2年、第3年，所以全部有3年是免息貸款，不是低利貸款，全部完全是不用利息的。就是由政府跟善款這一些來一起負擔。是。所以這個部分應該多少有一點幫助。即使你現金救助或者補助啦，包括剛才講的這些棚架，這一些需要的經費，透過農會都會取得貸款，但是利息是由政府來負擔。是。所以這一點應該可以協助。
至于那个短期作物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农业的专属单位转制还可以考虑，会来考虑。是，不过刚刚副县长有提到哈，这个3年是无息贷款来减轻农民的压力。不过我现在就是田都毁了，没有作物收成，我没有钱，我还得起吗？委员？刚刚有提到，即使这是一个无息，可是呢，农民希望的是，当他可以站起来的时候再来还款，当他可以有收获的时候再来扣抵。他的这样的贷款会不会到时候付不出来，就要拿他的农地去抵押，卖掉？而且呢，农民可不可以自己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偿还的计划？是现在的低利贷款有一个问题，它的模式有一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商业的贷款的方式，而不是针对我们的农民的这个产业的模式，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弹性又低，它必须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复耕。那这段时间我们还要跟农民要钱吗？是，所以那个救灾的逻辑可能还这样差了一层。是，刚刚有提到了，因为这个救助的办法已经20年了。是，谢谢你。那大家刚刚也都讲到低利贷款的部分利息是1.04%。那如果再扣掉这个通货膨胀，等于是一个很低的一个利息。那现金救助它可以贷款的额度，例如以4家来讲，低利贷款可以贷款的额度每公顷是75万元。那可以帮助农民在第2年、第3年等于有一个资金的现行的法律是这样子啦哈。那只是说将来在立院有没有可能讨论在这个修法的空间上？那刚刚农民也呈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心要复耕，它是我的生计来源嘛哈。但是复耕碰到好多问题，整地是一关，然后农业的机具设施那又是一关。原来设施很贵啊，来了采访才知道。农民就说这个时候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个关键，我有没有办法负担那些？那来自于政府的保证跟补助。设施的部分也跟各位报告，例如老花老业都会用到设施设施的部分也可以申请现金救助。例如水平棚架网式的话，1分地如果整体结构都坏了，有补助8000元；如果只是网布破了，就补助3000元。那再来我们台东跟花莲就是台风容易遭受台风的地区，所以我们也有听到农民反映的心声，跟农委会跟农粮署反映，有没有特别定的一个条？有定那个加强型网式的补助。那像刚刚农民讲到的补助这个1/3，或是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再拉高补助的比例？这个我们农委会跟农粮署都会来做考量。那跟各位报告。也正因为这一次台东县的农业灾损特别严重，所以除了现金救助跟低利贷款以外，我们农委会特别核定针对台东县办理产业专案辅导措施，就是跟刚刚各位讲到的种苗费的补助，以及刚刚副县长有讲到有机质肥料的补助，如果农民使用6公吨的话，可以申请最高9000元的补助，而且不但是今年可以申请有机质肥料，第2年、第3年也都可以申请。那刚刚贷款的部分副县长讲到，第1年我们农委会是支出利息，连1.04都不用缴；第2年、第3年也是县政府由善款来支应，等于前3年是免息。还款期限是10年必要时可以再展延。那这个我们都是尽量来帮助跟农民站在一起。谢谢。那议长，我补充请教你一个问题虽然说在这农损跟过去的88莫拉克风灾它有一定层级上的不同，但是问题是重伤的是我们台东在地，我们太麻里在地，那个都是割血割肉。对当地的农民来讲，他们希望这样的风灾的严重程度，他们感同身受。有没有可能过去像莫拉克有一些比照一些专案？这好像也是您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对，我们在林权院长来的时候，庆林就是希望说可以比照莫拉克，最主要是这一次的风灾的严重性是整个刨根式的破坏，所以农民要看到他的心血，第一颗释迦或第一片叶子出来，大概要3到5年，更不要说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农民说，他连苗都要自己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当然3年我们非常的高兴。那如果可以做成一个专案来说的话，我相信会更我们的整个一个乡亲会是更好的一个福利，也是更好让他们心里可以安定下来的一个最好的。应该说是88节的礼物吧。是，谢谢你。你系部分大家都好好思考的你协管下，也比个继续转来讨论，出题了解复国之外，还有其他嘅农产品、了解农作物，也系等咧为了救咱、为了福建的咯。
大家继续转到出面台湾嘅讨论现场哦。了解你白提风菜重重提受到影响严重嘅，就了解农作物哦。请问一下，蔡市也有千亿种，也为了关心那个农水问题，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好，大家好。我想我们主持人刚才有讲哈，我们释迦的产值一年哈可以收成140万哈。但是我们现在看哈，我们现在的补助是1年，我们补助是9万。你这样给他算这个区别，手账海骂9万跟140万是多少？哈，那140万为什么会140万？因为农民在经过1年的整理，他要花掉肥料、人工，他大概要花掉到80万左右，就是花很多钱，他才会有140万的收成。是。那这个释迦我们这次跟西部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农业灾害补助的办法里面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农业补助办法它是用1年的收成，它是用今年的收成我就补贴你几万，不要释迦是9万哈，就一笔固定的费用。那西部西部是平原，它1年到，比如稻米，它1年它重新种，它明年又有收成的。是。但是释迦像这次的释迦，我们知道嘛哈，今年没有苗，它一定要明年才能种。是。然后要再等3年以后才能收，等它4年里面都没有收成。那4年，如果你给他计算，他4年都有140万，他应该再扣掉那成本，他应该有多少收入？是，所以我们政府应该在考虑的是，每年比照西部，你有休耕的补助，或者是转作的补助这一类的补助，来给他今年等于受灾，明年也等于受灾，后年也等于受灾，他等于连续3年都在受灾嘛，那没有收入嘛，所以应该这样在。的考虑的方法，那个定义跟设计应该是这样的哈。针对这种果树的，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是，谢谢你的意见。你谈到，那个向总也就有意见有表态，乡长，请。以我的看法啦哈，那是不是我们农政单位哈，也可以在辅导我们农民朋友以后如何去种防风墙哈？那我曾经到过纽西兰，我看他们种的那个防风墙都大概5米高啊。那这样子在台风来的时候，可能可以减少我们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受创。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释迦跟老叶之外，那我们的老叶倒掉之后，到底怎么来复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农民朋友，他就说我1分地我租给人家，我包给人家，你2万帮我清，但他清完之后，他并没有做分类。那这些废弃物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可能我们农政单位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老叶的这个棚架倒了，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做复建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咖啡产业，太麻里的咖啡事实上也相当的品质好，但是每年的台风来了就重创，就全部都倒了。我们的农民朋友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每次面对这样的台风吗？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相关农政单位是不是在这方面我们再来努力？那上次莫拉克风灾可能有以工代赈，那很多家庭这几年可能没有收入，真的以工代赈应该还是要再研究在这段时间还有机会让农民来申请让他这几年至少他生活上没有困难。谢谢。谢谢。我们台东最重要的作物释迦这次是全岛。全部被打趴，而且要再重建，要3年的时间，所以它跟过去台湾的几个风灾所产生的农业损失不一样，所以这个已经设定了20年的旧法，还有没有讨论的空间？那还讲到那个复国，我们讲到释迦，因为受到重视，所以很多的复原工作现在也在进行。但我们也知道，台东的另外第2项的大作物呢，就是老叶，老叶就是槟榔叶啦。但是呢，在这次风灾，它也重创很严重，政府对它过去以来就是维持3不政策。不鼓励、不禁止、不辅导那所以呢，这一次在打趴之后重建还要不要重建？如果不重建，那要辅导转做什么呢？因为太多的农民还是以视它的经济来源。我们来看这张图表的统计台东有一个绿金传奇，就是老叶，全台东有1500公顷。那我们太麻里呢，在这个中南段的地方就有210公顷，年产量、产值都是破亿的那我们来看到这次受损也一样严重，全台东是600多公顷，太麻里168公顷。那我们相信朋友注意到这个补助的部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释迦1公顷补助你9万块，还有种苗1公顷呢补助你5万块，最高你凭单据去申请。那我们看老叶都损失光光了，怎么补助呢？作物是36000一公顷，设施呢1公顷有8万块，那实际成本农民的预估至少1公顷要250万，所以这样的比例悬殊，造成农民在复耕的时候产生困难。好，如果复耕很困难，
那请问记得会种嘛改喏？有没有现场也有种老叶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意见的？该改线上系冇？啊，再讲啊，险来讲，转做来讲哈，问题也很困难了，因为哦，现在你要想说叶子的价钱，加湿啦、清厚啦，比莫改更加好啦。啊，你也险来讲哦，会做。会种嘛改？会种嘛改？哦，啊，你必须说要有一个从优的辅系，或是多一点那个。转做也要有一些基础，要有一些能力，这样对不对？而且这个老叶哦，以前到现在补助最少，只有这2-3年，用3年天啦，油不出头，够弄毛嘞。转做对了，不过你必须要从优嘛，你必须说让我们百姓有一个很好那个向上的心态。让一大部分原本种老叶的农民，就算要转做到其他的作物，也要有一些配套的设计，安用嘿，你好捆毛，捆毛啦，捆毛哈，好，你新闻已经抢错，我请问改线上，像种老叶，你还有嘛该为了讲？如果要重整补助8000块啦，复耕嘛，对1分地8000块嘛，对不对？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8000块只有买5支水泥柱，怎么耕1分地的田里啦1/10或者是1%都不到那样的额度。对呀，你讲说补助8000块，那我们成本又都没有了，又丧失收入，对不对？丧失收入，在很穷困的情况之下，还有可能转做吗？转做也不知道想要种什么啊。第一个，我们行销就有困难啊，对不对？虽然我们想转做，我们种，比如说我们种小黄瓜啦、番茄啦什么的，我们自产自销，全部也都是被那一些中盘商全部挖下去啊，我们拿到也是一点点。是不是你们转做到4家的量一下多起来，量多又价跌，产生市场不平衡？4家太多也是一个问题啦，你知道吗？这个是个人兴趣啦，你喜欢做什么，那是我们的兴趣啦。是，谢谢这位农民大哥，请坐。我们整理一下，在台东为数不少种老叶的乡亲朋友，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老叶在这一次受损严重，成本之高，他们已经无力负担，过去的利润可能1年就损毁了好几年的利润。那接下来如果真的在政府不鼓励、不扶植的情况之下，他们要转做，又哪有基础去转做？而且种了什么？整体的市场规划、通盘计划在哪里？有吗？请教一下委员。我觉得老叶是被过度污名，因为它是搭配了槟榔，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污名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老叶它不会造成癌症，因为学者都会说了，它是一个抗癌。也可以消炎的一个产业，所以它可以独立出来使用，不一定要独立出来使用。对，你绑在一起，那你即便你要做出一个槟榔业的转型，可是你要去思考，整个老叶的产业有4万个从业人口，你让老叶农去做转型，可是其他呢排叶子的呢？我部落的阿姨有非常多是排叶子做临时工，周边零工那个族群有很多。为什么都是做零工？因为在台东的老年人口非常多，他没有办法去做一般的工作，他只能做这种打零工的工作。那请问一下，当你要做这样的转型，能不能全盘的去思考，把这4个从业人口的这样一个结构去认清楚，然后去做安排？你要转做，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产业叫烟农。那这样一个烟农的转做的方式，能不能将老叶去比照它的方式？再来就是，其实老叶一开始有陈情，希望这个国军能够出人力来帮忙。为什么呢？因为老叶用了很多的棚架，对，帮忙清理灾区啊。你要他转做，你要他不做，你要起码让他把这些废弃物清走。结果嘞，好像8月19号的废弃物就要收钱了嘛。那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全部都毁了，然后没有办法付费清理，还要付费清理，对啊，那老叶农该怎么办？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跟农水处的复耕喷灌设施的补助，这些到现在还在
等农水处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哦，虽然上面看起来老叶的受损的面积不大，但是从业的人口非常多。那我们要思考的不是只思考老叶农跟老叶的这个面积，而是思考它周边会影响的效应是什么？是，所以原来背后那整串家庭生计的这个是连根动骨的啊。我先请教副县长，其实，在县政府的农业处，对我们这就是曾经台东的绿金这方面，能不能在加值化或者在这次的灾情中，应该给这些辛苦农民原有的同等的尊重跟协助嘞？基本上刚刚如委员所提的哈，我们现在对于老叶转作的部分，我们也是应用上款，1公顷12万。包括它的设施啦、整理、清理啦，这一些都在里面。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转作这个机会能不能做转作？不过刚刚也有乡亲提啊，我转作要做什么？以后的行销怎么办？在行销，县政府当然是有责任来设法协助我们的所有农民。那在农业政策转作方面，我们农委会是专家，所以这个可以讨论用一个比较策略性的转作计划来处理。是。好，先谢谢你。在请教转作计划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分局长。刚刚我也有提到哈，老叶跟槟榔这整个负面的这个农作物的栽培不应该被看在一起哈。它没有癌症问题，也没有水土保持问题。事实上，老叶这个产业在水保局你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那在我们辅导社区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不会去针对产业部去做区隔啦。那只要是社区去栽种的一些相关产业的话，我们在能够协助的部门还是尽量协助。只是说老叶它不会是单独行销啊，所以也不会有针对老叶这样的行销计划这样。所以针对老叶这个农作物有很多的问题哈，它从后端怎么样定位、怎么样行销跟设计是一个重点。那我先请教农粮署哈，如果说在现在的市场整个趋势的发展之下，渐渐的是希望它能够转作，那请问转作的下一步，各种层面的考量，乡亲朋友提问，请你回应。原来种老花老叶的这一次有受损，那他希望购买其他的苗木果树类来种植，这个我们在产业专案辅导措施也是有补助的，这是一个。再来就是我们台东其实除了释迦跟老花老叶以外，我们也是有机农业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地。台东的有机农业的面积在全国不是第2就是第3，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产业。那包括一些新兴作物有没有这样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农委会、农粮署跟县政府都很愿意再来谈擘画我们台东县去开发找出来辅导农民做。我们这可以进一步。另外，农委会台东农业改良场也就在我们台东县在地，那这个都技术单位也可以跟我们县政府一起来规划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是老叶产业的问题常常会形成自然难行的原因有很多面。那只是说将来如果把这个规划的时间长期拉远，是不是可以想得更多？那我们刚刚一路上从开场谈到现在，我们谈到这次农损在台东是全国之冠最严重的，那在台东的2大的这个关键作物呢，就是释迦跟老叶各有各的问题，然后从它的面向要去再做更多凸显这样的问题，来让公部门来让其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农业损坏，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损坏、天灾，还有嘛该喏，求还不该养偏。我想关键你那帮我都帮尽量快一点。好，我知道。真的。但是我知道。对，一天再一天红太久了。我知道。200起风采过后的第10日，推动县太麻里乡的冲仔区乡南村行起农教教会，大家喊啲嘅无限地阵地，动物简单，领导严重，来关心其他的，也对村民有动作会发上来讲。我们这是最严重的地方啦，中央也是不是在关心我们？总统来到我们这边，为什么没来到我们村庄？对吧？一直到到美河那边去，对不对？委屈的。为按时约我爷爷天数，喺盐城乡南村就地南隅先锋，卡配个今年东南落去，盼过几米，单单都系老人家。人家真准，唔敢出去，无你冇因来，冇合多。个啲无通嘅吼，啲天门边啊依来吼，高路唔得。成年呢都存在种做些嘅，留下来嘅老人家捐苦起家，天天呢来整理家建。
拢饮料啊，了到慢慢深得啦，啊水你掠水热热，然后深得啊，这掠一滴了，他早嘛就是抢手多啊。今年83歲嘅阿伯婆，自五都冇同佢鄉下起嚟，自家13年公益嘅。北豐菜嘅暗部，佢享用13年確定漂泊嘅蔬菜，漂野嘅都水唔到高。本單就嚟到社會福嘅，福當都本豐採快鐵見幾多嘢，捐可참스檢定補破，安尼張元好炸風大意。啊，從本愛心票愛每種嚟將甜啊，甜愛都講很幾條類，然後天椒。從安尼嘅情形，北豐菜國係為鄉鄰村以那嘢都看得到，一個居民還係堅持種田家業，唔係離開。慢慢啊來啊，咱嘛無法度啊，厝田攏安尼啊，攏拼得了，你從哪裡拿資金啊？那麼多，你拿不出來啊，也做不到啊。哎，就嘛，咱下午點用辦做啊，참시又好大所謂啊啦哈。看政府啊，我啊都用辦重建嘛，看地政商用辦幫我們啊，不然我們也無能為力啊，只能看天而已啊。嚟個28夜風采，今年學業當簡單，搶起一個完整的活卡。一场尼泊的台风哦，会打伤人这么重哦，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打乱了在台东在地哦，本来就存在几个弱势的问题。第一个，这里的农民全部都是专业农，他们是高度仰赖农业生产来养家活口的哦，所以农业一旦损失，他们几乎全部都被打趴。那再来一个，本来相对弱势的地方，会在灾难之中显得更弱势。那这次的尼泊特风灾也引起了全台湾的关注，所以很多的善款很快的就涌入到台东县政府。我们来看到，其实这次的善款总金额将近来到3亿元哦。它的用途在县政府的这个分派下呢，大概有3个的这补助方向。第一个，房屋补助，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当中许多的屋损，很多屋顶都整个都被掀飞吹掉了，很多房子都不堪居住。那再来农业补助，我们上一节都在字念字一直在谈到这个重要、伤害很重的农业补助能够做什么。第3个呢，中小企业的相关补助。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的重建现况，问题是救助金仍然远低于重建的金额。光是农损一个部分，台东县就8亿将近10亿了哈。以现在这样子那么高的这样子农损金额，到底要怎么样追上脚步？那再来专业人力的不足，还有整个相关环境的清理问题，县政府呢？积极的希望让台东定调，透过观光让台东重新站起来。但是我们也要问，这些短期的游客来到台东，带动当地的收入、经济发展之外，能不能对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专业人力不足，还有一些我们在社会的角落没有看到的那些层面，可以给予一些补偿或帮助的呢？其实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除了农损、屋损，还有哪一些伤害是在这次风灾造成台东地区，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不是现场也有心理咨商师也能够来跟我们分享？在这次整个台东灾情的重建过程中，我们看到对善款的运用是这样，你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应该要注意的部分呢？我觉得有2个部分，一个是就是独居老人的这个部分，因为风灾它其实不只是就是造成农损跟屋损，其实它会把一些社区原本就比较弱的一些点给凸显出来，它社区这个福利资源比较不足的部分，那其实可以趁这个时候把它去做一个引入。那等于是说，在一个是独居老人，另一个是有一些部落跟社区，它其实是有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做生活自理的这个部分，他就会特别需要有外力，或者是说有以部落社区的人来做这个支持跟帮忙。而且一旦发生风灾或者是天灾天险的时候，一个部落或一个社区聚落之间、人民之间的那种组织跟互动，好像也会在这样的机会被考验出来。对，其实它是一个考验，可是它也可能会是一个转机，就是说，它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社区，除了说我们等待政府救助之外，如果说有这个部分去做介入的话，可以让就是社区居民也重新去思考说，到底重建的过程我要什么？我是要继续做老业，还是继续做，还是我要转做？那我对于我的社区是不是有需要重新做规划？那是不是能够让社区民众的声音出来？那也让他们一起出力参与这个重建的过程。以心理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的话，他们有动手去做，在这过程中，那本身就是一个疗愈。
是，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重要。那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农业的部分或者是这个复原，他的想象是不是要转做？因为如果说3个月到6个月对我们来说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他可能会有另一些症状，有可能会出来，所以3个月内是一个关键点。那如果说在3个月之内有大家对这个重建有清楚的想象，不管是农业或社区，那其实在安顿大家的生活跟身心上，其实就相对会有很大的影响。是，谢谢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哈。该村长该请问哈，你向咱村其实讲起来也是个录音中挑呢哈，你看录音甲台体记到个情况是嘛个hin。觉得老人家实在都在生活上他们都是封闭的啦。我希望这次的风灾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找一个活动场所聚集在一起互相的关怀。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大家互相帮助的情形出来我也希望借以这次的机会可以让老人家走出阴霾有各界的志工还有社会人士来协助我村长来做这个区块，我是很乐见这个事情促成，谢谢。谢谢。台风发生当晚村长一家其实他家也是受创严重，可是村长无暇顾及自身光是跑这些村民的各种扶助，他就忙翻天了哈。那我也要请教一下牧师啦哈，从社区关怀的角度，其实怎么样凸显被看到关怀老人这个问题，尤其在这次的风灾，在我们香兰村这么特别的形式里面，应该要有一些社区，比如说社区可以共餐或者社区自助或者在善款的运用上，这个角度也应该被考量进去。我们蛮期待啦可能事实如果到时候应该就是民间社团就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应该要开始研提一些相关的计划案，包括怎么样子去照顾社区里面的老人，怎么样子透过一些的计划案，真的是建构一个空间让老人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去。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安慰、互相的扶持因为毕竟透过同侪之间的相处，他们会得到同侪之间的那种相互的帮忙。那其实更重要的，民间社团它最大的力量是来自于它可以广纳公部门跟私部门的资源，引进到社区里面来做，不管是血统的照顾，也不管是老人的居家照顾，或者是要提一些相关的。建设社区的整个方案，应该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机制来启动社区发展协会它可以去发挥的功能。是。当然，我们当然更需要的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团队可以在这2、3个月后，可以适时的进驻到香兰社区去关乎到我们香兰社区居民在身心灵上面是不是能够得到全面性的照顾，这个是我们会蛮期待的一件事。谢谢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副县长，我请教哈，过去在几次台湾重大的风灾，我们重建委员会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任务编组，尤其在心灵重建这一块，不晓得我们社会处这边执行的状况呢？在88风灾的时候，确实有各项心灵重建或者生活协助啦、经济协助、产业协助各方面的协助，那个是很有计划性的、有组织性的来处理。那这一次这一个部分，因为不是88风灾的特别条例，所以有一些地方要引用的话，有一些困难。可是我们现在以目前政府的机制里面，我们社会处的这一些各项计划的协助本来就在执行，不管是社工的进驻、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一些各项计划，由政府来支援，希望透过地方就能够让我们这个在地社区上面，不管是心灵、产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帮助。那这个计划就是应用原有计划就可以执行，只是有时候需要比较多的经费。对，要那这个经费的部分，我们就要争取更多的经费来支持。是，谢谢你，委员，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加强的吗？好。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重建才是真正的挑战哦。那我们从88风灾之后，其实也同样是在太麻里这个地方，这个
这个太马里溪的周遭受到很大的重创。在重创之后，其实不管老人跟小孩跟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到这样的心灵的创伤。那也因此，我觉得台东县政府就必须要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整合的角色，不管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爱心慈善的捐助，再来就是教育儿童，他常常会受到就是环境长辈大人的影响，也得到那个心理上的不平静，还有就是相关的教育的补助、午餐费，这些都必须要做整体的整合。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我前天才来这边做这个秀山那边修缮房屋的志工，我发现有一个状况，可能要跟县长、副县长这边报告一下。这里慈善的资源其实没有受到整合，因为在我手上的有水保局这边的资源，有狮子会这边的资源，然后呢还有长老教会的相关的资源。那我们的戴牧师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计划，要重建我们的新香兰村这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整合，是不是县政府这边能够大刀阔斧的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扛起来？我们当时规划说要多少的志工，要多少的经费，可是显然我们没有想到重建需要多少的经费跟资源。那在这里希望有这样子的那一个统筹，对，统筹把资源整合起来。是，谢谢委员。透过内边又讲到了解重建嘅部分，不但像针对农村吼，还有了解五个顺序重建之路系当冲的。你根本应该讨论先到了，下一礼拜呢，你有继续咧关心到向咱村了解客家种到底去为了解风灾内同的用建立起咧平面嗰发生安用灾情嘅时间，会发生到安严重。基本分享感谢大家收看，你下个礼拜再会。